就唔係話即係好多低佢好多分嘅，佢試其實唔算試得好輕鬆嘅。一來啦，二來試完個閘之後冇再跳過咯喎。再睇5號，點解？狀態依然好好㗎。今次對手咧就稍稍冇嘗試咁強。分落開始做，試咗2個閘，第一個閘唔合格，第二個閘都要熱下身㗎啦。佢就跑慣右轉嘅，就同我哋頭先睇嗰隻星雲帝國有啲唔同。8號雞龍區冇咗喎，咁冇拉出嚟。馬身咧係明顯靚過上次好多啊！都係即係躍進咗一步嘅，即係街龍區。雖然你見行圈咧小動作都仲係多，但係路程一定比上次好好多。係啊，因為嚟香港之前佢係贏呢啲路程嘅。上一次初出跑一場谷草1000，咁追上嚟，你可以話佢唔證明好多嘅，因為其實講真追上嚟，其實連滿貫風賽都未跑得贏。咁但係始終都係初出第一次跑谷。